30外箱价值买200万的快台汽车，是个人贵主权和诊所人员做伙捐予南投县政府的。做了5次的捐赠，那如果县政府这边呢还有需要的话呢，我们还能够继续的来捐赠。 南投县副县长陈正生代表接受，嘛回送感谢庄，阁有在地生产的好茶。虽然目前县内无疫情传出，不过真欢喜会当得到这份大礼，会分配予社会福利机构使用，将每一份汽车用伫上有需要的所在。长照以及安养机构哈，因为这些都是比较弱势的老人家，甚至于身体状况比较差一点的。 那如果能得到这些数据哈，当然在保健方面以及防疫方面可以做得更到位。县府嘛感谢县议员带明显的协助，促成这摆的捐赠，会善用这快台汽车做好防疫的工作，让县民拢会当平安健康。 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